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咱做伙来吟会前的诗，备办咱的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毋忘你。来听福音正声。少年人也会为先，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袂野，行也袂先。咱做伙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起立吟全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我出世来所受一切。
咱游园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条主日学的学生要来献诗，因要用诗歌来感谢妈妈的友慈恩典。因要吟的是妈妈的宝贝。
咱就爱为着咱的主日学来祈祷，啊，重视咱主地的宗教教育吼。啊，咱的主日学啊，即马拢足欠学生的吼。啊，咱为着因祈祷的中间吼，啊，该负责任的爱生爱紧生吼，安尼才会当来吼，补充啦吼。咱为着因来祈祷，这是咱做伙来启用，来献开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22篇。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22篇，咱做伙来启用。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面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行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单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咱同心来祈祷。永远至圣主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耀来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为专心、虔诚敬拜，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恳求主上帝时常施落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恳求主伫逐个忧伤痛悔的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阮一切的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洗清阮良心上的罪恶。求你永远保守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也欢喜时常跟对你来服侍你。今仔日是普世母亲节，恳求主上帝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因的精神欢喜快乐。主啊，阮伫行前有挂红花的，因也真有福气，有老母通友孝。嘛有伫行前挂白色剪凉花的，因的身躯甲老母3年，但因的心神要亲像还阁3件。阮拢共款得过母亲节，
阮拢共款要孝念老母的有慈温情，要纪念老母为阮所做的一切所疼痛的。主啊，伫一年一摆的母亲节期，阮也要为着即个多元社会中，有真侪人伫担任母亲的角色来为因祈祷。伫单亲的家庭内面，有阿公、阿嬷、老爸伫代替母亲的角色。因伫家庭中爱做阿母的工作，因的辛苦更加是阮的模范。特别恳求主，甲遮的家庭三甲之地，甲遮伫行母亲的角色的人三甲之地。嘛有人因为伊的遭遇，甲阮无共，伊伫真早就失去老母，甚至对老母完全无印象。主啊，伫母亲节，共款求主安慰因的心灵，互因用无共款的角度，一只来体会，甲阮做伙过母亲节。恳求主上帝帮助阮，就遵照箴言所讲，就爱互父母欢喜，互生你的快乐。愿造天地耶和华对錫安祝福妈妈，互妈妈所行的路拢有油得滴。因一世人会得到智慧的心，有主耶稣的平安随时同在。愿妈妈的年岁哪加添，上帝的恩典哪听因。主啊，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收束阮平安。圣歌队带咱来学老上帝，因要吟的诗，咱着欢喜。哈
共读上帝的话，圣经路德记第4章13节到17节。路德记第4章13节到17节。对安尼，波阿斯娶路德做某，已经甲伊同房。耶和华予伊怀孕生一个囝。遐个妇人人对拿俄米讲：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今仔日无放杀你，至到你无至亲的人。愿即个囡仔伫以色列中得到名声，伊要服到你的精英。奉养你的年老，因为生伊的，就是你迄个疼你的新妇，对伫你比7个囝还较好的。拿俄米抱迄个囡仔，下伫伊的胸前，摇伊亲像老母。厝边遐个妇人人就甲伊号名讲，拿俄米有得到囡仔啦，就叫伊的名俄比德。俄比德伊是亚西的老爸，亚西是大卫的老爸。现在，我心更深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认公，只羡我的主。现在，我心更深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认公，只羡我的主。康进顺牧师要用生命的摇篮来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做伙来祈祷。云天天然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各阮有份到伫上帝你的圣殿来调祭主你的面。主恳求你的神伫阮的中间做工，我阮用较无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凝视上帝你的灵伫阮的心中，你的话亲像乳牛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食着饱。特别今仔日，阮少年阮的母亲，也是上帝你赏赐阮伫世间，阮的扶持者、帮助者、养育者、教育者，互阮伫世间的年日有法度来维持，这是阮老母老爸大的功劳。但恳求上帝你帮助，借着阮今仔日的分享，会当更较深深感受到老母的温情，也会当直接来感受上帝你透过因伫阮身上所施的恩典满满。主恳求你帮助，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是普世的少年老母温情的节日。也是咱教会伫庆祝母亲节的节日。人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感受着疼的存在，我想是对老母的心有所来。老爸老母真无共款，老母有怀胎10个月的时间，甲这个囡仔有一个真密切的一个关系。这种关系是做查甫人，伊永远无法度感受到。囡仔若是老母，
身体一块肉共款。迄种感情是永远无法度伫遐来挂念。囡仔永远是老母心中的宝贝。囡仔若拄着什么款的困难灾难，老母拢是流目屎，伫遐来笑脸囝儿的一个拄着的一个困境。咱在即礼拜，伫咱台中也发生真不幸的事，咱的责任伫遐发生意外，真不能一位教授伫遐来丧失伊的性命。老母看到即个查某囝，伊所宝贝的查某囝来过身，内心真艰苦，也真自责，讲拢是还是的。伊交代即个查某囝讲交通真混乱，所以你着爱坐捷运较安全，无意个，煞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所以老母看到囡仔伫遐来丧失性命，内心永远是伫遐毋甘，伫遐来哀哭，因为老母的温情是伫人的心上，永远无法度伫遐来无去的。母亲节起源是伫美国1907年，对查某囡仔安娜·贾维斯伫遐发起，因为感受到老母的温情，所以伫遐发起即个节日。当即个节日一个发起的时，得到真大的回响，因为人拢伫家庭伫遐来大汉，感受到真正老母对人成长是真要紧，所以纪念老母的疼。是当然，特别咱在伫迄个时阵，拄开始世界大战，这些查甫人伫战场丧失伊的性命，所以查甫人丧失性命，一个家庭要安怎维持落去，拢是靠老母含着目屎照顾这个细囝，伫遐笑因大汉。所以讲伫老母的身上，咱看出讲上帝创造人，互人有一种真勇敢面对迄种灾难，佮愿望迄种的勇敢的形象，伫人的身上伫遐展现。伫旧约内底，咱就看到上帝对人的拯救，也透过一伟大的母性伫遐展现。当以色列人伫埃及伫遐做人的奴隶，法老王受尽办法要从即群以色列人伫遐走灭的时，伫遐发布命令，既若生落来查甫的，拢得爱等伫个尼罗河，得爱互死。总是咱伫遐看到摩西老母，勇敢的老母，看到即个囡仔真古锥，毋甘即个囡仔就丧性命。所以冒着危险，把这个囡仔藏落来。所以摩西的性命有法度伫遐来留落来。所以伫咧灾难的中间，个人看出这个母性对伫性命的珍惜，甘愿冒着性命去保存这个囡仔的存在。伫咱台湾，咱回顾台湾过去的历史。伫咧政治动乱的时代，特别是28事件的时代，这在台湾的精英丧失性命，查甫人抓了，杀死了，伫厝里内底剩老母、剩新妇、剩查某囝，伫东部花莲的一个教会红林教会一个长老，叫做张七龙长老。伊当时是一个医生，伊的囝儿也几个拢医生。总伫咧28事件白色恐怖的时代，煞一家口老爸我2个囝，拢伫遐互人杀死。咱想讲一个家庭内底，真正是充满愿望。老爸医生，囡仔拢是医生，总是一夜之间拢丧失性命。这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何等的大！所以，大家当新妇面对这种灾难的时，张七龙的太太詹金基女士，伊含着目屎对个新妇讲：“讲面对这灾难，咱唔通哭，
咱目屎切切的，咱一定爱活下去。我想这就是坚强女性伟大的所在。面对着生命的灾难冲击，唔认输，继续活下去。今日咱透经文路得记，记载一对大家新妇拿米路得家庭的作务，也是咱讲即个。我望借这个故事，咱当伫少年讲啊，老母伫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伟大的作为。咱看士师记的时代，那伫咱圣经是伫拿米的时代，路得是伫士师记的后壁。士师记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3母年后壁伫进入士师的时代，到3母年为止这段期间，约书亚到3母年这段期间无王的存在，所以咱来看士师记，通讲伫遐真混乱。人敬拜上帝，上帝祝福，总是离开时上帝刑罚，人就伫遐靠赖上帝，上帝搁伫遐找士师来拯救伊。当太平的时，就搁离开上帝，上帝搁刑罚，历史就是按伫遐演变，这个是士师记。咱来看士师记到落尾的时，伊伫遐讲士师的时代无王，士师的时代无王，无王伫遐正做因的领导者来。领导因对抗迦南非利士人、遐人对因的侵害。伊若无照上帝教示去行，所以人心去做，所以整个社会真混乱。支族甲支族的中间互相伫遐来战杀，便雅民族就是伫迄个时阵蛤蟆混灭去，蛤蟆混灭去。咱看路得记。一个开始，伫遐记载犹大地伫遐发生饥荒，伯利恒无粮食通食。咱知若抗旱无粮食通食，这是真大的威胁。伫咱台湾，咱即阵时，通讲真毋望上帝当赐雨水互台湾，因为咱若无雨水，毋但种作无雨水，无水通做。咱坐工业也需要水，民生也需要水，若无水就无法度生活。所以抗旱造成饥荒，通讲互人生命面对真大的威胁。伯利恒抗旱无粮食，伯利恒希伯来文叫做 Bethlehem， 意思叫做面包之屋啦。面包之屋，表示讲这个所在是真肥的所在，伫遐会当种一个大马、小马，会做一个面包，养是一人，总是无拍算。抗旱，无面包啦，所以伫遐人的生命遭受威胁的时，路得记咧记载讲有一个家庭。老爸阿比米勒，伊是伯利恒人，伊就带着伊的母囝离开伯利恒，迁徙到其他所在。咱知以前的时代，步步拢总行路，你有法度行完，所以就迁徙到约旦河东边摩押地所在，近仔尔。不望去遐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不望伫遐会当伊的生活会当即个改观。拢是咱直接看到讲，去到摩押的所在，摩押的所在。咱人看圣经，摩押人是安怎来？伊是亚伯拉罕的孙仔，一个叫做罗得，罗得甲伊个查某囝所产生的后代。当以色列人摩西传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伫旷野的时，经过摩押的所在，以色列人甲摩押的女子伫遐行淫背叛上帝，遭受上帝的刑罚。到落尾，摩押王也请一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将因毁灭，将因毁灭。
等于进入迦南地了后，士师的时代，摩押也是压迫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其中之一。所以，咱看咧过去历史内底来讲，摩押甲以色列中间，毋是遐尼好势，常常伫遐产生冲突对立啦。所以，伫《申命记》内底也记载讲，摩西就发禁止摩押人参加以色列人任何宗教仪式。所以，咱看起讲，即个阿比米勒，伊带着一家人要迁徙离开迦南地应允的地，往着摩押去。即个摩押地是一个过去甲以色列人对敌的所在。所以，谈讲是充满危机，充满，毋是上帝应允的所在。伊为着生存，走去甲摩押的所在，所以刷落去，咱看圣经内底记载，伊伫摩押地，圣经记载讲，伫遐无偌久，伊比米勒丈夫就死，剩伊的某拿俄米。搁2个囝，拿俄米伊伫遐也真努力，为着2个囝马伦甲基连娶摩押的女子俄尼巴甲罗德做某。我想这是真无简单啊！一个无查甫人要牵一个家，为着囝伫遐会当生家，会当伫遐徛起，望会当徛在伫摩押地迄个所在。圣经记载伫遐10年时间住伫迄个所在，有顺利咯，有得到祝福无？圣经内底描写10年来无生囝，未生啦，所以拄着未生，当对一个家庭内底真大的一个冲击，未生要安怎？无后代以后拢无望。然呢，圣经记载讲，后来伊2个囝也死。所以当罗德记咧记载，阿比米勒一家对伯利恒迁徙去到摩押地，伊伫遐拢无写讲到底为什么伊丈夫安怎死，2个囝安怎死，拢无写。伊敢若真简单讲，就是死去。所以伫遮咱看到讲，一家人死查甫人死了，剩查某人。大家搁2个新妇，3个寡妇啦，3个寡妇。各位兄姊妹，如果咱是拿俄米，咱的内心会感受到安怎？我想咱的内心会感觉真艰苦。上帝啊，你若无照顾我人生的走找愿望来到这个摩押地，总会伫遮遭受的是上帝你对我的攻击，对我的刑罚。所以内心真艰苦，所以谈讲到落尾，伊也认看，无，已经无法度伫摩押地徛起。伊伫遐听着讲，伫个故乡伯利恒所在，上帝眷顾以色列人，互以色列人有好的收成。所以伫遮咱看起讲，人是靠天咧食饭啊。有当时有落雨，有当时无落雨。人常常伫咧走找愿望，遮有物件，遮就走来遮；遮无物件就走遐。所以当以色列搁有流失的时，拿俄米伫他乡伫遐拄着困难，看着讲咱的故乡伯利恒伫遐上帝赐福有好的收成，要倒起来。所以，伊就决定要倒去伯利恒。过去移民10年的美梦，通讲伫遐破碎了，破倒去。2个新妇也对伊行，所以行到一半时，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恁对我无恩，我比恁2个搁较歹命啦。”因为上帝的手攻击我，我已经年老了，无法度带互恁什么款的恩望。我无法度去嫁翁去生囝，
会当来带恁。如果若有可能讲啊，有人要带我，搁有法度生囝，恁也无法度等囡仔大汉做你的丈夫。所以拿比甲人心讲，恁对我全然无有啦，恁毋通对我，恁得为着恁的前途，为着未来的幸福设想，倒去恁的外家，去伫恁的工种族的子民的中间，去找找恁的幸福，找着理想的对象，会当有一个好的一个归宿，会当有好一个归宿。所以经过安尼苦劝了，其中一个新妇奥利巴就离开了。当然离开的时是真唔甘伫遐哭，伫遐喊。总是咱看到另外一个新妇罗德，圣经记载伊讲伊放袂开拿俄米，放袂开拿。咱若看希伯来文的原文，迄个放袂开迄字啊，迄字甲创世纪伫遐记载讲，上帝创造男女男丈夫甲某结连做一体，迄个结连做一体，甲即个放袂开共款的意思。当两个结连做一体，两个是生命共同体，无法度分开啦，无法度分开。所以这是罗德对伊的大家拿米深深的感情，两个寡妇生命是连做伙。所以罗德伊甲拿米讲，讲唔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就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伫倒位我嘛要住伫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只有死会当互你甲我分开，若无，愿上帝加倍惩罚我。我想这段经文差不多是罗德记内底上出名的一段经文。为什么感动人的心？互咱感受到讲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为着伊大家，愿意安尼放弃伊家己，要甲伊行同条路，要甲你结连做一伙。你去对，我要对你到对；你住伫对，我要住伫对。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是以色列人，我是摩押人，总是我嫁恁兜，我就是正做恁的人，我要正做以色列人。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也要死伫遐，也要葬伫遐。无啥物物件会当甲咱分开，只有死。所以这个听的坚定是我尔强烈，互人深深感受着，真正是伟大，真正是伟大。所以，伫遮咱看到就讲，迄个认同所带来的一个应用力是何等的大。就是感觉伫咱上帝创造男性、女性中间，伫女性顶面，特别我都展现这种的一个困难。因为过去的社会拢是以男性做主体上，女性是嫁出来。男性是娶入来，娶一个某入来，咱兜嫁一个人。所以女性是嫁出，我嫁了去别人的兜。我记我细汉的时，我阿姐要嫁的时，伊伤心流目屎，真艰苦。因为伫这个家庭做了好势，即么嫁出去去到遐，万个好歹歹，内心充满惊吓不安，伫遐艰苦流目屎。我想这是济济女性人生过程中间一种的一个经历。伊就爱经历迄种离开原来家庭，进入一个天所的家庭，伫遐要伫遐认同迄个家庭是何等的困难，何等的困难。所以，伫遮咱看到罗德甲拿米的故事，互咱内心真感受，认同所带来伟大的归来。
伊认同伊的大家两个大家新妇真做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人生愿意甲伊同甜同苦。我想这伫咱的信仰中间也是真悬一个疼的表现。上帝对咱的疼，敢毋是安尼吗？道成做肉体，成做人，甲咱同款，甲咱伫世上同款受苦难，用安尼表示伊对咱的疼。所以咱要去体会上帝对人的疼，就是对亲情老母的疼，也感受上帝对人的一个温暖。所以，当我罗德是甲伊大家共条命，两个就倒去到逼离去，等于倒去到逼离型的时，全城的人扰动，规乡地的人伫遐真着惊，哎，这个敢毋是拿米嘛？敢真正是拿米？大家真怀疑啊！10年前，伊迁徙咱这个所在，去到摩押地遐要拍天啊，找找伊的理想，找找幸福，打今仔日倒来了。大家真好奇，为什么你倒来？你倒来好还歹？拿米看到因时，伊甲因讲：你唔通阁叫我拿米啦，因为拿米是甜。我的命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愿望，望我人生会当担着迄个甜。都是上帝，我人生经历却毋是安，是艰苦，所以你来叫我妈啦，妈啦，我的生命是艰苦。我妈妈出去，我有丈夫，我有两个囝，真做我靠，真做我的望出去会当找找幸福，总是无拍算，伫遐遭受上帝攻击，打我空空倒来。空空倒来，所以拿米带罗德倒来到伊故乡时，我想伊的心是真哀伤，毋知要安怎。只有真期待讲啊，这个时阵有丰收，啊，伫遮心会当伫遐度我，到底头前有啥物啊理想愿望，毋敢去想啦，毋敢去想。所以咱看起罗德记的描写真趣味。当时我受过的时，罗德也是一个真骨力的一个新妇，伊就甲大家讲我要来捡米水，所以就出去真拄好。圣经内底写讲真拄好，真拄好。所以真拄好的背后，拢是有上帝水的安排。伊去捡米水，迄个田拄啊，伊的一个亲戚阿比米勒一个亲戚波阿斯的田伫遐捡米水啦，捡米水。所以，当波阿斯来到卖田，看到这个前面的女子的时，就伫遐问讲：这个女子是对倒来？是对一家的新妇，对一家的人。所以人就来讲，这个就是摩押的女子罗德。所以拿俄米伫遐知，罗德甲拿俄米倒来到伯利恒，通讲全城的人知啦，知因的作务。所以波阿斯也知影讲罗德实在无简单，一个摩押的女子，愿意对伊大家来到一个生疏的所在，而且伫遮是文化甲伊无共款，人种甲伊无共款，济环境，若像对伊无真友善的下面，伊愿意倒来。这种的认同，这种对大家的疼，通讲是感动伊的心。所以波阿斯也因为罗德为大家所做一好行为，伫遐来好款待罗德，好款待罗德。所以去个卖熊伫遐来捡大马的时，通讲罗德对波阿斯对伊真好，对伊真好，互伊安尼双手满满捡着麦穗倒去，互伊大家。后来大家知，听讲伊去捡麦穗时拄着波阿斯。大家就甲拿俄米讲，波阿斯是伊比米勒咱家族的一个完亲，一个亲情，伊有责任负责延续咱的后世，咱的产业。所以大家迄个时阵看到毋茫，
伊爱为着伊新妇的未来，伫遐走总拍死，所以就伫遐交代拿米交代罗德免啊请问波斯，互波斯知因中间一个真密切的关系，波斯知伊对罗德负起着负起的责任。所以故事的演变，通讲真戏激性。后来波斯知的时，就真正为着要带罗德伫遐来走从，落尾真正波斯带罗德做某，波斯带罗德做某。所以这种演变，咱看到人伫迄个绝境中间，为什么有法度安尼改变？那么罗德对拿米迄种绝对的认同，伫以色列的社会内底得到好的名声，哪有法度感动波斯愿意负起这个责任，带罗德来做某？所以伫遐产生伫这个家族本来无远望啦。查甫人拢死了了啦，无远望啦。伫波斯的身上看到上帝互伊远望，所以当波斯带罗德了后，圣经记载讲上帝互罗德怀孕啦，真趣味哦。罗德伫摩押结婚10年，无怀孕，无生囝，总是甲波斯结婚了后，就随怀孕生囝。所以人要得到上帝，要得到囝儿，这是上帝的祝福啦，上帝的祝福。所以当罗德伫遐来生产的时，将来所有的妇女，都甲拿米学了讲，你有罗德这个新妇，比7个囝更较好。为什么更较好？你的囝无去啦，总是即马伫罗德身上为你生一个金孙啊！这个孙会当继承你的家业，佫会当照顾你落尾年后的时啦，年后的时。所以后来就甲这个囡仔的名号做俄比德，俄比德生亚西，亚西生大毕，咱知影大毕后来就成做以色列人的王啦。所以咱看起真趣味，圣经有写一个开始讲，士师的时代无王，人照家己的意思去做。所以表示伫因整个族群内底，因有真大期待，愿望会当有一个王产生，要去对敲碎这个愿望。这个愿望要怎达成？上帝的安排是伊啊，透过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罗德，透过一个无愿望的家庭，拿米罗德两个寡妇大家新妇，的身上伫遐来生出俄比德、亚西、大毕，为以色列人的未来会当有王兴起，也成做以色列人的一个愿望。所以，咱看到讲罗德对拿米的听佮忠诚，毋但为着因的家族带来愿望，也为着整个民族带来愿望。咱来看耶稣的家谱，伫信仰内底写耶稣的家谱内底，也有记载罗德的名，摩押女子罗德的名，伫迄个时期。所以各位兄弟姐妹，这个女性伟大的所在，母亲节，咱为着咱的生命，献上感恩的日子。咱感谢咱的许多人，咱的老母辛苦怀胎，把咱生落来。感谢伊辛苦养育咱长大成人。那么老爸老母迄种无私的牺牲奉献，咱哪有可能大汉？敢毋是？咱今日无论伫咱形形是甲红花还是白花，我想这种代表咱的生命，毋是对无伫遐来出来，咱的生命是咱的老母
怀胎10个月，辛苦甲咱生落来，甲咱养育长大，咱的性命到迄个可能性。伫台湾真出名一首歌啊，叫做《摇赢歌》。我想这首歌咱大家拢会晓唱。这首歌的创作者叫做吕传生老师啦。伊1916年，本来是咱台中人。伊细汉的时，捌甲伊的老爸老母去教会参加诗班。所以，当讲伊的音乐是对教会伫遐来得到上帝对伊的造就甲感动。当1945年，台湾遭受到美军的空袭的时，伊人伫台北，伊的太太伫丰原，伫遐咧走空袭，囡仔拄出世3个月。所以，伫种战乱的时，老爸想囝的心情，伊就拜托伊的丈人，伊的丈人也是一个牧师，讲叫伊的丈人会当写一个诗啦，就是咱即摆摇赢歌啦。用即条歌代表报答母亲父爸母，报答爸母的心声，咱啊。圆啊圆困，一暝大一出；圆啊圆熟，一暝大一笑。摇囝一落山，抱囝金银看。你是我心肝，行你受风波。当上帝赏赐我第一个囝时，我的囝是我伫花莲大安教会伫遐牧会。每夜伊要困的时，我拢抱伊去阮的街仔路，伫遐行，伫遐吹风，我就唱即条歌好听。咿呀咿哭，一暝大一撮，咿呀咿笑，一暝大一笑。我望即个囡仔伫细汉的时，就会当伫遐体验做事大人，对伊的疼和期待，一领目睭看伊大汉，烦恼伊大汉，互伊受教育。我望以后长大成人，伫社会会当有一个好的工课。我望以后会当成家立业，做爸母的。咱到法度尽量的执行，所以我想这是做台湾人共同做爸母的心声啦。圆啊圆熟，一暝大一笑，不来，我想咱做时代，咱做囝儿，咱也知影爸母对咱的疼，咱爱着孝敬咱的爸母。特别是年老需要人照顾的时，拿米年老，伊的新妇为着生一个孙，叫做儿子。众人为拿米欢喜，讲你得到一个囝啦，这个孙会当代替囝照顾你到你年老啦。真正，咱这社会内底拢是孙阿公妈带孙。伫我伫台北。尊灵教的牧会，伫阮的会友中间也有即种的情形。伊无生查甫的，拢生查某。所以后来伊的查某囝一个囝来互伊的老母做囝。所以阿嬷细汉就请即个孙，即个孙到现今阿嬷年老，就是伫个身边，伫遐来照顾伊啦，伊来照顾。咱台湾是进入一个老人社会。这老人需要人照顾。根据咱国家的统计，差不多伫7、8年前，有20万女性的移工对国外来到台湾。表示讲，伫咱台湾有20万的家庭是需要人帮衬，这年老爸母需要人帮衬，这个外国移工伫遐来
帮助这年老的许大人，伫咧生活会当得到好势。当时我想，咱做事势，咱来知，这义工对咱许大人照顾搁较安怎好，伊也无法度来代替囝儿对许大人的关心。这些年老许大人是我呢还期待囡仔会当陪伴伫伊的身边，所以各位兄姊妹，咱得把握时间。上帝互咱阁有时间，当咱的许大人阁伫即个世上的时，咱得爱尽咱的本分，有机会来陪伴伊，咱安尼，咱才有法度得到上帝的祝福。第10条大概内底第5条来讲，孝敬父母的人，伊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伊伫上帝应允的地会久长徛起，会久长徛起。父母年老的时，需要人帮忙，就亲像囡仔同款，需要人陪伴伊行人生最后的一站。如果做事实的时，我都做到安尼。10条内底讲，你的性命、你的家庭、你的种族，要伫啊得到上帝的祝福，久长徛起，伫伊赏赐你应允的地。所以人伫年老的时，才有法度显出讲人的价值。人当伊坐坐才调、坐坐能力爽实的时，才有法度伫啊得到人的尊敬，伫啊来照顾伊。这才是看到讲人生的价值。毋是讲我啥物拢袂晓啦，认为讲啊你无愿望啦，你生活伫这个世间，哪像是一种负担？那呢是对人生来讲是真大的一个打击。人活伫这个世间是有啥物意义？所以我想做事实，应该伫咱年老的父母身上尽咱的本分，报答伊的用情，伫遐来陪伴伊行人生最后的一个路上。我的老母今年97岁，伫我差不多高中10几岁就离开这个家庭，去外面读书、上班、读私人院，所以真少有机会倒去。所以当97岁的时，我伫台北部会内心也感觉真艰苦。老母5年前中风，虽讲有外劳照顾，行过来伫身边。当时我认为讲，我真做囝儿的，伊所疼的煞尾的囝，却伫即个中间无扮演任何角色，伫我的内心内底，我感觉真艰苦。所以感谢上帝，我伫即个牧会中间会当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对伊陪伴伊，甲伊生活做伙。这通讲，互我对老母的温情一个回报，也是对我真大的一个感受。我就去为老母做焦点，甲伊拍背，因为伊中风拢倒伫眠床，所以爱甲伊拍背。每暗要困之前，就甲伊吟圣诗，唱歌。咁啊，想着我知影我的老母佫圣诗佫背起来，几啊条佫背起来。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着。这细汉囡仔，咱出去落唱。伊真正到97岁，伊佫记会起来，伊佫记一条啥？赐给我甜言主，也大慈悲。逐项我拢背伊唱圣诗。我伫个身上，咱看着讲我年老的老母，迄种真单纯，即个只诗歌安慰的心，就哪像一个婴仔、红婴仔伫老母面头前，老母伫遐教唱歌，伊伫遐真相信信靠老母对伊的引带共款。所以深深地感受到，真正老母需要咱，伊就哪像佫倒去一个囡仔。需要人的关心，需要人的照顾，心灵
需要人伫遐来安慰、补助。所以这是我内心深深感受讲啊，真正这上帝创造人美妙的安排，互人有年老的时，互人有少年的时，年老少年这种人生的演变，互你更加感受讲真正人的生命的珍惜，感谢上帝透过许多人伫咱身上所施了一切的恩惠。今仔日是母亲节，咱拢孝念咱的爸母。所以，伫遮咱也要孝念咱共同的母亲台湾。有一条歌叫做《母亲的名叫台湾》，这条歌创作的时，迄阵我读西洋医啦，1990年代，迄个时阵，台湾伫国际上受到压制啦，毋是亲像今仔日哦，足侪人要来台湾访问，台湾咱伫国际上称挂挂。哦，迄个时阵毋是台湾世界，互人忽略世界，互人欺负，毋但外边互人欺负，伫国内底啊，毋敢讲台湾。所以咱像讲到台湾，就真见笑，真见笑。所以这条歌唱出来讲，咱的母亲是台湾，哦，咱的母亲的名叫台湾。写这条歌的人是啥物人？毋是真受教育真悬的人，毋是一个音乐家，毋是，伊是一个啥？伊是一个货车司机啊！哦，做粗工的人，我感觉真无简单。上帝的感动人，实在是无所不在，超过人所想象。伊的歌词写得真好，讲母亲是山，母亲是海，母亲是河。母亲的名叫台湾，伊种咱台湾人徛起伫即个土地，看起来汉字，咱就是汉字的囝，咱就是食汉字大汉的，啉这水大汉，咱就是台湾人。台湾就是咱的母亲，毋通袂记哩，台湾是咱的母亲。落去佮讲，母亲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母亲是你咱的春天，会当写出后壁这句是足无简单啦。因为台湾人侪人拢是拼经济尔啦，头前山海河是我大汉，我需要就是安会当徛起伫遮食饱，就幸福。总是要安怎敲找幸福，要安怎找着春天。伊讲，母亲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所以，伫牧师来看，这是相当有迄个信仰的内涵伫迄个内底。甲咱的台湾人讲，甲2300万的汉人讲，你要徛起一个所在，这个上帝的祝福，毋是干那食饱就好。你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你要人有良心啊，毋通白菜话讲甲水甲传播，袂见识。人爱有良心。爱追求良知，爱追求正义，咱的未来到春天。写了真好，一个做粗工的货车司机，有法度体验出这种的真理，这是上帝对人启示的奥妙。台湾母亲是拥有咱台湾人生命的英人生命。所以，咱来感谢咱的母亲台湾，收留咱的祖先。咱知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咱的祖先几百年来对逐所在来到台湾要创什么？敲碎永茫嘛，敢毋是？伫故乡带袂落去啊，无永茫，渡过乌水沟，冒着性命的危险，永茫来到台湾敲碎永茫嘛。所以几百年来，咱的祖先伫遮起造基业，咱感觉上，咱对宋乡进步到富裕，咱的政治对专制独裁进步到民主自由，咱也对这种的流浪客无认同、妖煞未做伙的一个台湾人，努力献给到今仔日，咱勇敢壮大。讲台湾是咱的母亲，成做一个正港台湾。
想这个过程是真辛苦、真艰苦，一人付出性命，一人付出努力换来。最可能是咩？今仔日是母亲节，咱也唔通袂记得，咱来听咱的母亲，听咱的台湾，用认同、用忠诚来听咱的母亲台湾，互台湾会当成做世界的祝福。咱三个做来，对。向阮的主，阮感谢你，你听阮世间人，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爸母。伫细汉的时，阮对爸母的疼，会当感受上帝你对阮的疼。虽讲人的疼无完全，人的疼有侪无够野的所在，所以上帝你透过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牺牲，互阮更加深深感受到疼的要紧性。但今仔日恳求上帝你赐福，伫阮在座的老母，因青春岁月奉献伫家庭，奉献伫女子的身上。恳求上帝你固守因的心，会当得到平安，固守因双手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因伫人生路尾站，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扶持帮衬，建立家庭是主你所欢喜，囝儿孙会当伫这个家庭内底实行对上帝你来的疼，用疼来起造家庭，互家庭成做你对阮的祝福。恳求上帝你来帮助阮，也帮助阮台湾，互阮台湾这个社会会当起造伫疼、公平、正义的顶面，互上帝你帮助祝福阮台湾，成做你祝福全世界的一个源头。主恳求你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452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452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因为我在所信的
请坐秀英执事甲淑信执事来施献。咱中间若有初初来教会，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毋免奉献，无要紧。有一条诗歌讲妈妈亲像一蕊花，妈妈亲像一蕊花，生伫无人看见的风暴，奉献伊的水，奉献伊的青春，互风暴变花园。妈妈亲像一蕊花，生伫无人理的水沟边，发出伊的香味。发出伊的光辉，互世间变美丽。妈妈，妈妈，永远亲像花，未谢的花，青春快乐的花。愿主赐你青春，赐你快乐，永远亲像花，健康的花，是福气满满、美丽的花。咱要请陈宣慧同学哦。要来为着母亲节来独唱、献唱这条诗歌。妈妈亲像
咱直接感谢宣会的献唱哦，我嘛直接甲新佑老师讲，你的查某囝足敖的。咱知伊的妈妈有着伤吼，这是一个真特殊的家庭。啊，这我捌伊的时阵，就国民学校来咱遮参加合唱团，所以这真是咱独行所立的规矩。爱伫8月，已经有申请到咱这世界顶尖吼曼哈顿吼，因为学院要去遐进修，咱为着伊祈祷。好来，咱即摆现场请咱所有妈妈起立，你接受教会的祝福。咱的中职要甲一份贺礼送到你的手中，请咱在场所有的妈妈起立。摕到就用坐落来，你有摕到红包的就摕落。好，请坐。我来报告，还未报告的大声，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吼。啊，本周的金句，迄个内面的一个心腹，迄华语的心腹，咱等下爱读心妇，吼，爱读心妇。我读一遍，啊，请咱兄弟来读一遍。愿意恢复你的元气，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因为伊是疼你的心妇生的。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路德记4章15节来请，愿意恢复你的元气，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因为伊是疼你的新妇生的。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路德记4章15节，搁一遍，愿意恢复你的元气。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因为伊是疼你的新妇生的。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路德记4章15节。咱掀开周报，看周报的第3页，这有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咱担任的兄弟吼，咱家己注意。啊，若组合上袂好势，会记你找人来代替。咱来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庆祝母亲节，咱教会有赠送每一个妈妈吼一份母亲节的贺礼。愿主祝福每一个妈妈身体健康，心灵喜乐，主温满意。礼拜中有主日学参与献诗，甲宣会同学以母亲节的独唱。咱嘛感谢台北中会康进书牧师前来主领礼拜，多谢伊的辛苦。下主日，咱要邀请台中大专中心林家芬牧师来讲道甲主领礼拜。第三，咱礼拜后伫咱的地下室餐厅有爱餐，这个爱餐是兄弟团契准备的。餐后，咱请公益小组来协助这个餐具的收拾甲整理。第四，后伫这个拜六，伫5月20下晡的2点半，咱的传道部有举办这个门徒造就班，这是第2届上课。咱真无简单邀请到张德林牧师来主讲。伊的主题是得救的生活，伊的内容甲迄个。对圣经的研究，也是讲要宣讲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适合咱大家来听。咱尽量拨时间来参加这个门徒的造就班，来张德林牧师的准备伫遮的帮赞，对你的信仰，互你得到提升第五，咱2022年的报税用的奉献收据已经送来咱会当去办公室摕。伫遮特别
交代。咱若有大领的情形，请你会记你爱甲迄个本人讲吼，因为就捌发生迄本人要来领啊找无啦，啊结果是伊的亲人大领去啊安尼吼，啊会造成一寡困扰，啊请你会记你爱甲本人讲吼，你若有大领。啊，咱今日共款要举行5月份的庆生吼，这名单我等一下就无，我即马就无念，等一下，我报告煞咱来发这个5月份这个受请的生日礼物吼。过来团契甲小组的消息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搁直接读咱家己详细看吼。关怀协会欢迎咱兄弟姊妹吼，互这个时代会当来遮运动，互因的健康得到更较好的帮助吼。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即我等下咱伫公道的中间吼，咱来为了祈祷吼，直接特别报告这个陈俊明长老的查某囝吼，李亨老师已经伫昨吼有伫台北第2殡仪馆举行这个告别礼拜。较要紧是7月23下晡吼，伊要伫本堂举行追思音乐会，因为咱有真侪兄弟吼爱要去参加，因为咧场所关系，所以咱有取消吼。咱会当伫7月23伫遮来甲著名长老夫人来孝念吼，因为这7月23听讲拄好是李亨的生日啦，拄好李亨的生日吼。过来补充报告一项，就是咱的姊妹吼，简秋婉姐伫5月12吼，因为即个肺腺癌吼蒙主恩召啦吼，直接甲咱讲求主安慰伊族，请咱关怀小组直接来关心吼。过来周报的第6页，这教界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第7页有奉献报告做领收，请咱斟酌看。你若人名也是金额有出入，免客气，用咱的财务部来更正。我来介绍几个朋友吼，今日来参加阮的礼拜吼，迄个刘武库乡的后生吼，可能来遮甲过母亲节吼。刘国信，要对无？要伫遮无？哦，去你主日学啊吼，这是为台北来，伊是伫五常教会咧聚会啦吼。迄过来一个黄玉英，黄玉英，毋知有伫遮无？请你起立，欢迎你来甲阮做伙礼拜，欢迎你来做礼拜，欢迎你，请坐。伊这是民财，迄个曾民财上大姐的朋友啦吼，的朋友吼，伫住伫美国啦吼，伊嘛是基督徒，来台湾佚佗啊吼，欢迎你。过来，佫一个是以我的表兄哦。吴家瑜，唔知要伫遮无？吴家瑜哦，是23老家，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请坐，欢迎你甲阮做伙来礼拜吼，伫主内面甲你请安。过来，咱即马请5月份的庆生吼，请你起立吼，咱请咱的中职金甲生日礼物送到伊遐。你5月份生日的，请你徛起来。若无摕到，也是你的厝年的人有生日的，伫这名单顶面，等下礼拜煞，请你拢免客气吼，甲慈惠执事摕即个生日礼物吼。咱来公道，咱伫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你有做要甲上帝求讨的。我伫遮邀请咱大家，咱伫遮，你伫心内。你会当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看路，也是你所爱的，你要感谢的，咱的主讲，咱伫遮也为着
集体关怀，为着朱明长老夫妇来祈祷，啊，为着宣慧同学伊要办这个毕业的独唱会来祈祷，也为着这个新宝病痛，啊，淑华执事，啊，叮当兄因伫这个医疗以后的恢复，为着因来代祷，咱做伙来共祷。慈悲听愿的上帝，恳求你怜悯阮，怜悯阮是土粉所做，阮的身躯有侪侪的病痛，阮嘛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主啊，阮真是无明白，阮要特别为着朱明长老夫妇来祈祷，因为伊独生的查某囝。56岁，互你调。主啊，你帮赞朱明长老夫妇，互因伫信仰的顶面，搁较去体会约伯的滋味。主啊，阮只有用讲袂出的吐开你的圣神扶持，甲因三甲伫地。啊，较要紧，互阮的兄弟。伫这未来，这个时日，阮有济济的陪伴、关心，伫朱明长老因夫妇的顶面。阮也要为着甘秋湾这，伊伫5月12啊，互主稳调，求主你亲自安慰伊族，也伫咧安排这个新后事的顶面，拢会当顺遂。阮也要为着身躯无好势，久久无来礼拜这个时代来祈祷。阮的家姓长老行动无方便，阮的陈玉清长老目睭无啥看到，阮的潘万兄姐行动嘛无好，美良兄郭崇敏牧师也身体嘛软弱，因拢真久无来礼拜。主啊！恳求你保守，也通过医生的下药，互因的身体得到安康。阮也要为着叮当兄，伊有心导管支架的手术，会当恢复了真好势。也为着宣慧，啊，伊过来所要爱办的毕业的音乐会，这个筹备拢会当顺利来带到。主啊！阮每一个伫你的面前有出声无出声的祈祷，拢总愿你应允。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互相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我用主的听诚心来行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行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行你。由俺徛地来吟上言的诗，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康牧师祝祷。当心我。
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三甲地地，特别甲在座伟大的老母三甲地地，互因的心灵得到平安，生活得到喜乐，对担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